第13集可複製升級嘅生意模式，點樣將自己複製出去？你身邊有冇啲開鋪頭又或者係開公司嘅老闆，表面上好風光，但係其實每日做足14個鐘頭，連病一場都唔敢呢？富爸爸話：如果你嘅生意冇咗你係就不堪一擊嘅話，你就唔係擁有生意，你只係自己請返你自己。今日就同你拆解第5項嘅資產，點樣去建立一個可以無限複製，連你自己會升級嘅財富系統。好多香港人都好叻，自己出嚟開一間 cafe 做自媒體啦，或者係做 slash 啦、freelance 啦，但係問題係你只不過得一對手啫喎，每日得24個鐘頭。就算你幾有效都好，你嘅收入上限一早就俾你嘅時間鎖死咗。如果你將生意規模化，喺傳統嘅世界，你就要頂高昂嘅租金，請人管理風險咧係成正比上升。但喺21世紀嘅生意，核心唔係睇你個人有幾英雄有幾叻，而係睇你套系統係有幾容易可以被複製。作者喺書入面大讚網絡營銷，就係因為佢解決咗複製呢個大嘅難題。喺呢個模式裏面，你係唔需要成為一個超級嘅售貨員，因為真正值錢嘅資產係公司一早已經幫你寫好晒、測試好嘅可複製系統。由點樣介紹產品、點樣去開會、點樣去培訓新人，全部都係有一個標準嘅流程 SOP。你做嘅嘢就係將呢一套簡單嘅方法原本咁樣去複製俾下一個人。當每一個人做緊同樣簡單嘅動作，呢股力量加埋一齊嘅時候，就會變成一個無形嘅連鎖添。傳統生意咧就會係開分店，每開一間就要幾十甚至乎係幾百萬。但喺21世紀，我哋用網絡營銷，當你帶出咗一個新嘅合夥人，佢學識咗你呢一套系統嘅時候，出去都會建立佢嘅團隊，你就等於開咗一間零成本嘅分店。呢一種就係低風險、無痛升級嘅商業模式。當你嘅團隊裏面有10個、50個自動運作核心骨幹嘅時候，就算你放假去日本旅行1個月，你嘅生意唔單止唔會停，反而因為系統嘅自我複製而越做越大。呢一種先係真正嘅 B 象限嘅自由啊！所以聰明嘅人係唔會做最真勤嘅蜜蜂，反而係會做建造蜂巢嘅人。如果你都想學識點樣去建立一套唔需要你時刻咁樣去睇住，可以自我複製嘅副業系統，留言打要系統，我哋一齊研究一下。下一集我哋就會講第6項嘅資產，呢一個係衡量一個大老闆最核心嘅能力，無與倫比嘅領導力。想知道點樣唔需要用合約、唔需要用份量，都可以令一班人聽你講，記得點讚 follow 我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